各位先大家晚安。因为呢，今日本来是咱夫妻团陈福基组长，他当超时但是呢，伊敢会播35点拍电话，我讲伊今日要带囡仔去回诊，我就讲好不要紧，但是你要找一个代理的，迄个遗传代理，阮父母呢，阮父母呢，如果家己传落去，咱就传互我所以结果过了1个小时以后，又来一个赖说，认识呗，后续晚上有事要请假，这是阮父母的疏离所以讲，各位姐姐，你讲咱听这个愿力可否愿力，其实这个愿力是有心的人在学习了愿的。就像咱一间甲咱阿祖去泉州呢，咱庆的领袖伊就非常赞叹着咱孙会组长因为伊嘛感受着讲咱孙会组长，只要伊一通电话拜托，不管偌无闲，伊较袂可能先去除非讲你事先无甲伊讲，无多去查，无听你手机只要接到手机伊就讲好，我几点来甲你送，较袂先赶，无咧讲无爱无做就对啦。嘛无你讲为什么大家拢叫所以讲呢，伊即间嘛是泉州站，那么这医院呢，对我嘛亲像体会讲，就像咱即间去泉州学习，我多去5年那么当然这个是疏远来。讲咱泉州黄景村前线来伊新厝新居落成嘛要谢福的。那么互较为什么讲非常赞叹咱迄个景村前线来讲，阮拢叫伊景村的啦，毋是人景村的是有哪里外景去的所以讲，咱迄个景村伊甲我讲，其实伊对道理嘛无了解，讲真正的真正倒来咱这前后咱拢了解。对道理嘛无讲做了解，当然伊即段时间呢，伫咱领领教导之下，成长足济。可是讲真正像咱安尼20、30年来，才听道理，听到讲原理，应该是，但是以前发生，伊甲我讲，伊就是讲要实行活动后间咱台湾的车线拢是无路通混，就是咱来混到伊讲安尼嘛是混流的，只有这个系列。各位姐姐，咱拢知影，应该进来要知影，我们较知影我够捌的那么伊讲小活动，因为伊是算伊咧算厝重建的嘛，来互伊选厝，互伊选伫17楼，爱去真工来买地皮都20平方那么伫这个一年内底呢，某夫妇同心起黄金，泥土的变黄金所以讲整个伊的厝呢，两个某因为咱迄个丽华人叫做丽华，咱台湾的丽华组长做到的，咱迄丽华做到的经理较有够好势整个结构应该泡规应该紧来紧就真的很好厨房嘛是甲空间伊就甲阳台泡规伊房间伤大间伊就甲紧无入来做阳台安尼设计到真正有够好。咱的这一年内底互我就来讲因为你的我心咱今开头非常顺利。我这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咱前一工呢，咱去就开始前一天阮去一工的15去，伊就来咱就来说先管真正，那么我就开始规个就去。咱迄天真正要开始时，咱要如何安排时间？因为伊叫来。